青少年係社會未來嘅棟梁，為咗幫助佢哋建立正確嘅人生觀，由 Roadshow、Snacks 潮人館、基督教香港信義會、香港路德會聯合主辦嘅 Life Farmer 生命農夫學校巡迴活動，透過3位生命農夫高浩正、狄爾達同埋啤梨葉文輝走入校園，鼓勵青少年自強、尋夢同埋關愛。大家都知道，高浩正除咗係一位全能嘅藝人，仲係虔誠嘅教徒。其實佢喺成長嘅過程入邊，都經歷唔少嘅挫折同埋困惑。所以今次就帶埋小師妹 Yellow 重返校園，希望透過分享成長嘅點滴，同大家講翻佢對生命、愛情同埋信仰嘅睇法。咁好多人都話啦，娛樂圈係一個大染缸喎。咁你哋兩位會喺娛樂圈度點樣自處呢？不如 Yellow 講下先啦。其實咧，我就覺得行行都有好同埋唔好嘅，最重要就係做人有原則，自己去衡量下、分辨下咩係好咩唔好咯。咁我就好建議咧，大家要埋一啲好嘅堆嘅，尤其是咧係唔好放棄你同你屋企人良好嘅關係啦，同你朋友嘅關係啦。咁啊，我結咗婚就同老婆好好嘅關係咧。咁啊喺邊個圈咧都唔需要驚㗎啦。咁有得時候啦，做藝人啦，啲工作都會突然之間先有啦。咁或者呢個時間會同教會一啲福音工作等等相撞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取捨啊？好簡單嘅啫。嗱，譬如如果我老婆要我陪佢嘅話，咁又有啲朋友又約我去飲嘢喎，咁陪邊個先呢？咁梗係老婆先啦。氹掂老婆嘅話咧，其他嘢咧自然會好好咁安排㗎啦。教會或者係上帝嘅工作都係一樣嘅啫。你做咗 first priority 係神嘅嘢先咧，神就幫你揼冚咁樣裝好晒你其他嗰啲空間嘅。頭先生命農夫個見證會好精彩。原來一個方會都可以咁有意義啦。我其實平時都唔係好咁留心呢啲嘢，不過今日完咗呢個 event 之後，我覺得好有意思咯。